你敢知影脊椎侧弯？你敢知影这个台语要安怎讲？这个车弯，这个我就无啥了解。我嘛袂晓讲，我嘛讲脊椎侧弯，是吼，身骨刺着，两骨歪去啦，两骨无正吧？啊难听一点，蛮讲一句。什么难听一点？我想要听，你来跟我分享一下。还好啊。哦，还好啊。系啊。人生在世，各种的病痛在所难免。无论是脚头有退化痛痛，坐无正造成坐骨神经痛，运动造成筋肉酸痛，也是无着伫腰膝闪着、阿妈骨扭着、骹目手骨拽着，各种的痛痛拢会当卡空白空空。喂，唔对啦！今仔日吼，唔是要来替着一间诊所做广告，是要来问大家另外一款会造成身体负担嘛。定定在听的脊椎侧弯，台语是要安怎念呢？今仔日小编七早八早来到中和上界大的4号公园，来甲运动的民众问看卖。大姐是要问一下，你平常时拢会伫遮运动吗？诶，啊，你拢做啥物运动？拢有这行路啦，吼，啊，荡秋千啦，啊，脚踏迄双，啊，还有拢有这运动，阮拢有做。跳延吉舞，啊，阮老师已经踮遮踮10久了，我都来10几年啊。打摩拉筋啊，像我们拉筋就舒服了。他运动很棒。对我运动，我就是运动量，哦，我的筋骨就是很灵活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对，就是安尼灵活。这位中和软 Q 子，除了体咱示范什么叫做软 Q 筋骨，嘛常大家分享筋开有软的小撇步。啊，我常吃醋。哦，吃醋。你讲那个甲先生吃醋的那个吃醋吗？没有真正的吃醋，我不会吃，就是咱无咱的醋无。哦，问先。啊，先生吃醋对这个，这无帮助。不是，人家为什么人家都很跟我谈话？因为我个性很开朗。啊，那你知我什么型啊？安尼是 O 型嘛？对。对啊。我型我叫你叫处女座。原来 O 型这处女座会这么跳脱。小编强要记载袂了，唔知影 O 型处女座的软 Q 子，甲到遮运动的民众，敢有啥物辛苦病痛？生病我都没有，我都红字，没有红字的，因为我外表就看起来很健康。对啊，而且叫做 fashion 呢。对，我都会搭。加减啦，加减有啦，坐回来拢226啊啦。现在我讲50斤，讲啊，你这嘛60斤啊啦，60岁就60岁比60斤就对啊，那70斤啊。你嘛有坐骨神经痛？有啊，拢有，这是一定的。你的年岁若到遐，自然就会甲你通知讲你坐骨神经爱开始痛的啊。我腰骨折摔倒，我是万几块哦。万几块，这万几块？嘿，好料的。好料的哦。嘿，这个梁骨甲你保护起来。哎，对。想要甲你问一下，你敢知影脊椎侧弯？你敢知影这个台语要安怎讲？哎，这个车弯。这位姐姐所讲的脊椎，听起来是华语呢。脊椎侧，这个我就无啥了解。我嘛袂晓讲，我嘛讲脊椎侧弯，是吼。身骨刺着。这两骨歪去啦，两骨无正吧？台湾来讲两骨无正，翘这边翘迄边吧，是用安尼讲的较侪吧？我当骨歪去啦，这个，你若撞到这歪去，啊这是两骨，啊这是背当骨。看起来咱中和软 Q 子啊，对人的身体结构实在真有研究。啊难听一点，蛮讲一句。什么难听一点？我想要听。台语。有时候你卖想歪哈，你就是不要歪，就不会说很粗鲁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嘿啦，哈。对啊，你莫家想歪就好，你来跟我分享一下。你不会追。不会追。就不会追啊。系啊，不会追。不会追还好啊。哦，还好啊。系啊。阮台语台节目嘛拢真正经，绝对袂想歪去。参古锥活泼的职业讲煞，也是着来面对脊椎侧弯这个事。真侪人讲侧弯这两字念做无正，也是歪去，听起来合理，算淡薄仔硬拗。咱请台语台的顾问来甲大家开破。脊椎吼，咱台语就是叫做梁骨啦吼。讲迄个侧弯吼，咱台语若照字念做侧弯吼，可能对一般的民众来讲是较好理解的。台语讲歪斜，
哦，咱会当用伫平面的，我画一条线，画到歪线去。哦啊，这就甲咱迄个侧弯的意思差不多啦。因为无正，较无遐尼清楚，就是讲无正有可能就是头前后壁啊倒面正面，你翘骨嘛会使算无正。所以伊就是讲，你无清楚讲伊是向边啊，还是前后的。哦啊，咱真清楚歪斜就是反对边啊去，啊，咱就讲迄是两骨歪斜。两骨歪斜嘛会当分做两种，一种是基因先天生成的各样，搁一种是后天姿势不良所致。不过，无论是先天也是后天，只要电工照出来，你的两骨是 C 型也是 S 型的，拢总会当讲是两骨歪斜啦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想要讲台语，煞定定唔知影要安怎讲出嘴，不管是日常生活的清茶、徛家、啉食七，还是其他高深的科技博物、天文地理。就爱来线顶咱台语台的台语新词网站查看卖。台语台邀请台语学者专家，每月日讨论各种新闻、戏剧甲生活内底出现的日常用语甲新词，要安怎用准确佮水开的台语来表达，望大家台语拢会当讲甲自在佮煞泡。